站起来，扬声欢呼赞美，歌颂我们的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一起拍手，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这世上的一切。你用你的爱触摸我们，建造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手在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地上神荣耀来到，我将热心称盼闪耀，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
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地上是荣耀怀抱，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可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这爱正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我再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是你在我里面活。因我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地上是荣耀怀抱，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可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我心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不忘我的救主，不是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在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不忘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
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全人全心都单单的归于你。我们愿意把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无论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在什么地方遭遇了什么事，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紧紧的跟随你，向你不住的献上赞美，直到永远。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活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活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请我们大家依然站着，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奉献，请诗献的同工来帮忙，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我们一同来祷告。创造天与地的主啊，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开始，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今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诚心来敬拜你，来尊崇你。主啊，你不只是世界万有的主宰，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心愿尊主为大，我们一生愿交由圣灵来管理。慈爱天父，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带着诚恳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一颗平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进入我们心内，让我们得到造就和帮助。今天也是世界展望会儿童认养计划的主日。儿童本来是世界的未来，然而在现今世界各个角落，仍然有许多孩童因为疾病、贫穷、战争等等的因素，整日夜饱受着饥饿、疾病、失学与暴力之苦。每个儿童都是上帝眼中最珍贵的宝物，都应该拥有最丰盛的生命。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健康成长，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可以快乐长大。我们回应上帝怜悯贫穷与受压迫者的旨意，让更多贫困的儿童
拥有上帝所赐的丰盛生命。主啊，孩子愿能与你同心，在你看为美善的事上多多结果，以你的喜乐为乐，以你的忧愁为忧，帮助贫穷困乏之人，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善事，充充实实感受你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感谢你的恩典，也时时学习赞美称颂你的名，感谢你的心时时长存，愿你亲自束缚。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来报告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消息如果有圣工的侍奉或是本周的聚会，大家来看教会的消息。第一条就是本主日感谢世界展望会郑硕凡牧师的信息。那么请大家共同关心这个世界上因为疾病、天灾、战争等因素失去家庭守护的儿童。礼拜后我们在1楼的招待处将会有儿童认养活动，让我们一起将基督的爱与丰盛来分享出去。第二，今天中午12点40分，教育部将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议，地点在1楼的教育厅。第三，社会关怀据点银华族的 Hold to B 将于下周一，就3月4号陆续开课，请为本学期课程顺利进行及参与的志工的身心灵健壮来祷告。第四，如果你有符合条件的教会的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了，我们在3月24号要颁发所以呢，大家应该都很有经验申请到3月17号截止，请大家不要放弃了自己的权益第5条，请各团契会长将下一季4到6月的聚会内容或服事安排，于3月17号交给干事会诊，以利编印事工计划表。那团契消息就自己看了那个松联团契有举办一个春季零星旅游，不限老人只要你有空，你想跟大家会有一起出游的，都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地点在彰化台湾古堡善行车站八卦山天空步道以上来，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创世纪新约圣经创世纪第1章26到27节，还有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那么因为今天的经文很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创世纪第1章26节，来一起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对不起，我的版本我看这个好了。来，第27节，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来，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一起来，我们开始预备去。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愿大家以上帝的话为准大家要遵行上帝的话来行。那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了世界展望会的郑硕凡牧师来帮我们讲上帝的杰作，请郑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教会让我能够有机会来这边分享我们展望会的服事我先问一下你对展望会的了解有多少？你知道展望会在干嘛的吗？知道在干嘛的。好，还是你只有听过饥饿30？还是你们已经没有听过饥饿30？对不起，我们可能年代有一点距离这样。好，
展望会就是在服侍儿童啦，哈，但是是有条件的，就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儿童。好，那最脆弱是有一些指标和定义哈，所以不够脆弱的还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这样。好，所以我们在服侍那个那儿童的定义，基本上我们的儿童定义是，其实在台湾叫做儿少，好，18岁以下儿少、儿童跟青少年。好，所以我们也常在思考说，什么叫做人的价值？好，什么叫做人的价值？你觉得你的价值跟你觉得每个人的价值都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不一样？对不起，你们习惯这样问答吗？好，就是好，每个人的价值，你觉得你的价值跟非洲的小孩的价值一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主观认定不一样，还是天生生下来的价值就不一样？主观认定对不对？好，主观认定应该说被大家对待的价值不一样，对不对？好，被大家对。好，那你刚刚读了2段经文哈，在我们的圣经经文里面看到上帝如何创造人嘛哈。那看完之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人是上帝的作品，好，而且人是上帝的杰作，好，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哈，把人留到最后一天创造。好，在第6天，也就是一个创造的高峰，而且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上帝说：“我要按着我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哈，所以你有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杰作吗？有，真的吗？确定？确定哈。好，你有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我今天领受上帝的呼召，我要活出上帝的价值，有没有？好像跟刚才说有的这个差距有一点。你有没有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我今天已经就是尽了我在上帝面前的本分，上帝给我的托付我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今天可以安然入睡，有没有？为什么摇头啊？你们刚刚不是都说自己是上帝的杰作？再问一次，你们是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杰作吗？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那请问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上帝创造你的时候的价值是什么？你觉得你有什么价值？我肯定我是杰作，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会有人欣赏我啦。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杰作？你有什么价值？好，至少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发现它不太好。OK， 今天的经文里面，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理论上，我们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对不对？好啊，什么叫做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你有看过上帝吗？那什么叫做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样式？好，他在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没看过上帝嘛，但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上帝的特质。好，所以人生来就有那一个追求良善、追求公义、追求完美的那一个特质。好，人有从上帝来的那个特质，因为小孩跟父母很像嘛。好，我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哈，所以我们是我们有从上帝那来的特质，我们天生就要追求那一个良善。好，那按着我们，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那第二个给我们的价值就是这个形象的目的。为什么上帝要给人形象？好，因为接下来他说，上帝说我创造这些人哈，为了要让他们管理这个世上的一切。所以我们的第二个价值就是我们有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好，我们有从上帝领受的呼召，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那听到呼召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一惊？会吗？我从小到大遇过所有的基督徒哈，我只要问他上帝的呼召是什么，他就先退几步。好，然后他会先想一想，牧师你先等一下，我有一些我想完成的事情。好，等我完成了我想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再来谈呼召。好，你心里有没有梦想？有没有？你心里有没有梦想？有吗？没有梦想很恐怖哎。你心里有没有梦想？有吗？有。好，
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梦想是什么哈。有一句话说，人因梦想而伟大，对不对？好，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价值不要看他的外表，要看他的内心，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能够承载，他能够承载多大的梦想，然后他有没有去完成这个梦想的那一个执行力。好，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冲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价值，他没有提到梦想，他说人的价值来自于上帝给他的呼召，来自于那个形象，来自于上帝给他的呼召。为什么我们听到呼召都觉得怕怕的？因为我发现，基督徒的心里对于呼召都有一个想象，就是呼召一定是上帝要叫我去做一个我不想做的事情，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还是你们从来没有问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你们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没有，是不是？哦，好，就是我每次问说，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哈，他就说，牧师，等一下，我没有想要当传道人。好，不是哈，呼召不是只对传道人哈，呼召是对每一个人。好，就是上帝对一个人的呼召就是上帝那英文叫 calling。好，上帝叫你来，好叫你来，然后要做事情哈。好，有一个使命。好，所以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使命。好，可是有时候这个使命可能跟我们的梦想，好，也许会有冲突。譬如说，在我当牧师之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赚大钱。好，你们有没有一样的梦想？有，对不对？应该有吧？要诚实面对自己，好吗？好，我在当牧师之前，我的梦想就是赚大钱。好，可是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上帝对我的呼召？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就是要赚大钱？是不是？很有自信。OK， 好，这是我们的困难，就是当我们的梦想因为梦想是我自己有热情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呼召是上帝他希望你去做的事情。那基督徒要不要有梦想？那你的梦想如果跟上帝的呼召冲突怎么办？怎么办？譬如说，我的梦想是赚大钱，但是上帝如果呼召我放下我的一切，去到非洲服侍那些困难中的人，那请问你要贯彻你的梦想，还是要这个回应上帝的呼召？对，要么你扼杀你的梦想，对不对？要么你舍弃上帝的呼召，那怎么办？当你的梦想跟你的呼召相撞的时候怎么办？好，我很喜欢一个神学家叫做布赫纳哈，他讲一句话哈，他诠释呼召这件事情哈，他说什么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就是你最深的热情，跟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的地方，那里可能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好，我的梦想是赚大钱，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需要我赚大钱？没有，对不对？好，所以那里可能不是我的呼召。这个世界有没有需要很多的医生？有。可是我如果看到那个动手术，那个刀子切下皮肤，我可能就会晕倒在那里，我就会比那个病人还需要医生。好，所以那个地方可能就也不会是我的呼召，因为我对他没有热情。好，你的梦想就是你有热情去做的事情。这个热情，这个梦想不见得是轻松的事，对不对？你有一个梦想，不见得是轻松的事。譬如说，我看到很多人的梦想是音乐，好，他想要成为一个歌手，或者他想要成为一个吉他手，可是他练音乐的过程很辛苦，可能他的爸妈反对他，他学校老师反对他，他周围的人都反对他，可是他还是可以一往无前的去完成他的梦想。这个就是他的热情，对不对？他有热情可以跨越那个挑战跟困难，那个才算是你的梦想嘛。我也遇过年轻人啊，我的梦想是跳舞，天哪，我的人生就是跳舞。然后那个爸妈说你不准跳舞啊，放弃，直接放弃。好，那就不是你的梦想，就是你的梦想需要你能够跨越那个挑战跟困难，你有那个热情，能够支撑你继续往前走，那个才是你的梦想。好，那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需要，这些需要可能就是上帝会呼召我们去的地方。
所以这个神学家说，如果你有一个很深的热情，你面对任何挑战跟困难，你都愿意突破，然后去达成它，你有这个热情，而这个热情刚好符合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需要，那里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好，那里可能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OK， 好，所以当我们的梦想在上帝的呼召里面，那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价值之一。好，那第三个价值在圣经里面写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很多，虽然是按照他的形象，但是他创造很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有男的，有女的，有各种样式的人。好，所以这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第三个价值，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独特性。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无可取代。我最了解这件事，因为我家有2个双胞胎，好，我的小孩是一对双胞胎，啊，2个这个，所以我们家有，而且是那个同卵的，你知道同卵就是长得很像，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家有那个复制人大军，你知道，就是每天在家里游行，有没有？2个联手起来反抗父母的统治，对爸妈的这个统治表达意见，然后2个你知道沆瀣一气，因为你知道双胞胎就是年龄一样嘛。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所以那个另外那一个就是他那个至死不渝的伙伴，你知道？好，所以他们永远都说，那个另外那一个是他最好的姐妹哈，2个都女的哈，他们永远都说这是最好的姐妹，好，他们永远说啊，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首先就是我最好的姐妹，再来才是爸妈，他已经习惯有一个跟他至死不渝的伙伴哈，所以这个当妈妈说就是。快点来洗澡哦！然后2个就自己就是2个就联合起来对抗，知道反抗妈妈的统治。所以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好，然后呢，我跟我太太也都会讨论说哈，就是带小孩最怕的就是偏心，对不对？好，尤其是双胞胎哈，他们面临的人生阶段都一样，所以不只是吃饭哈，玩玩具的也就是玩类似的东西。吃饭也会想要吃类似的东西，好，然后学习成长阶段都是一样，好，穿衣服也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很注意，不能偏心。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偏心的例子，对不对？好，一对双胞胎嘛，一个姓以，一个姓雅，有没有？好，以扫跟雅各，你们认识他们吗？好，就是他们父母偏心嘛，好，所以他们就造成家庭破碎。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不行，我们要对他们要很公平哈。所以呢，如果他有的东西，他也要有。好啊，他们也很注重公平正义，对不对？从出生就追求公平正义。好，但是歪掉的公平正义，因为你有我一定要有，但我有你不一定要有。歪掉的公平正义，好，但是他们就会从小很追求很注重那个公平哈。那我们也都会很注意，就是有吃的东西一定要2个人都有嘛，好，有穿的东西一定要2个都有，有玩具一定要2个都有啊，但是不总是能够有2份，所以如果只有1份的时候就要轮流，好，玩具要轮流玩，而且玩的时候要计时，好，不然他们会觉得就是爸妈为什么对他比较好这样，好，所以他们在从小他们生长的环境就一样，然后爸妈给他们的爱都一样，吃的东西穿的东西都一样，爸妈给他们的教养都一样。可是他们从一出生个性就完全不同，好，那个上帝的创造很奇妙哈，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在一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可是他一出生哈，个性就完全不同，一个比较像我，一个比较像我太太，然后像我就是比较那个学者型的哈，我那个学者型的，就是有一件事情哈发生了，我一定要先研究清楚，我才要去做，好，我要先研究，对他有彻底的了解，我才愿意去启动。那我太太就是行动派的，就是有事情来不管了，我先做再说。好，失败了我们再调整嘛，不对我们再调整这样。所以有一个小孩就跟我很像，然后一个跟我太太很像，跟我很像那一个就是如果你拿一个东西给他吃，他不会立刻接受，他要先观察大家吃的反应怎么样。好像不错，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先吃一点点。好，然后吃一点点之后，真的是不错，然后他愿意再把它整个吃掉。但是像我太太那一个，就不管有东西来，他先吃再说，吃了不好意思吐掉，
不好吃再吐掉嘛，反正先吃再说，哇，好吃赚到，有没有？不好吃就吐掉。好，这两个就完全不一样哎，好，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奇妙哦，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他们喜欢的东西，啊，他们吃的喜好，他们做事情的方法，面对事情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无可取代。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另一个人。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限量版，限量一位，独一无二。好，所以我们是上帝呕心沥血的作品啊！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有从上帝来的呼召，我们有上帝所创造的那一个独特性跟丰富性。好，每一个人都有独特性，那就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聚在一起就有丰富性，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别人跟你不一样，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放了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说上帝看着是好的。我们常常误用这种丰富性，就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如果意见不一样，我们就吵架，对不对？我们都利用人家跟我不一样，所以攻击他嘛。好，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你为什么想法这么笨？好，你为什么都没有逻辑？好，我们都会利用不一样来攻击人。可是上帝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不，我们不一样是上帝的恩典，那个是人的价值。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有他的独特性，每一个人有他的重要性，每一个人有他的不可取代性。好，我们有这么多的从上帝来的价值，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不到这些价值，有没有？就像我刚刚在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每一天活出这些价值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会很犹豫？好像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样式，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那一个美好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都是他完美的作品，可是谁把它摔坏了？可是谁把它摔坏了？为什么我的生命跟圣经里面写的那一个上帝的杰作，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好，罗马书有一句话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笼统。那我来问一下，你觉得你的价值，你没有活出上帝，就是说你每一天你感觉不到自己活出生命的价值，你觉得是谁的问题？你觉得是谁把这个作品摔坏了？你觉得是谁把这个作品摔坏？我知道台湾人都不喜欢这个申论题哈，所以我出一个选择题。好，出一个选择题。好，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摔坏的？有没有？有没有可能？上帝赋予人价值，可是人需要透过成长、学习跟突破，你才能够发挥你的潜能，对不对？好，一个孩子需要经历很多的教育，经历很多的学习，经历很多的实践，他才有办法有一个完整的样式。好，那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把自己弄糟了？有哈。你有没有回想过去，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后悔的事情？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哇，早知道那个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有没有？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知道我小时候啊，在我小学的时候啊，我妈有帮我请一个那个弹钢琴的家教，好，弹钢琴的家教，而且是当时蛮有名的音乐老师，好，但是因为我现在只会弹小蜜蜂，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他是谁，好，就是好，那小学的时候哈，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圣诞节那个教会圣诞节啊，我会在上面演奏，好，然后那个教会的会友会跟我妈妈说，哇，你小孩真的好会弹琴哦，弹得怎么样我听不出来，但是他那个架势好像那个世界大师的那个架势，因为教我的那个老师是会在国家音乐厅演奏的那一种，所以他只要坐下来弹钢琴都有那个架势，你知道，所以我就是弹得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至少很会学他那个架势，坐下来还先等了几秒，然后再把手放到键盘上，然后开始，有没有？好，就是有那个架势出来这样，好，
可是我现在只会弹小蜜蜂。好，然后因为我上国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因为我就懒得练琴嘛，然后就跟我妈说，国中的这个压力有一点大，课业有一点重，妈，我就是会影响我功课这样。那你知道妈妈只要听到你成绩退步，她就立刻妥协。好，所以妈妈就好，那就不要再学了。好，所以就先暂停这样，然后一暂停就没有再学了。然后有一次那个大学的时候哈，我就跟系上的那个学长姐跟学弟妹一起办一个活动，然后办完那个活动之后，那个会场就是有一台那个跟这个一样三角形的钢琴，你知道钢琴你知道三角形的都是专业，对不对？好，就是三角形，然后弹的时候那个盖子会掀开那一种，有没有？好，专业的那个钢琴好，然后我就看到我一个貌不惊人的学长，就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学长，然后就默默的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就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好，他就从在钢琴位置上坐下来，然后就开始弹一首非常澎湃优美的曲子，好，然后他弹完之后啊，就一堆那个学妹就围着那台钢琴，用崇敬的眼神看着他，好，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把自己的价值搞坏了。从那一刻起我就后悔了，有没有？我应该好好学钢琴，坐在那里的就是我。好，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历程，就是哇，早知道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再努力一点，好像我现在在展望会啊，我有时候也很后悔，就是我有时候要跟外国人开会嘛，因为它是国际型的组织，所以我常常跟外国人开会，但是外国人讲英文的时候，我就要请一个同工来帮我翻译。好，就英文我读还行，但听和说不太行。好，所以就，我就很后悔哈，以前学生的时候应该要好好学英文。我妈叫我好好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好好学英文；叫我去补习的时候，我应该好好上课，而不是上课都在那里做自己的事。好，所以我们都会有这种历程，就是哇，不好意思，我的价值我自己把它搞丢了。好，上帝给我很好的天分，但是我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没有好好的去培养跟发展。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把你的价值摔坏？有没有可能？谁会把你的价值摔坏？爸妈是不是？有事先怪爸妈。爸妈，有可能有可能。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爸爸没有发挥他的价值，没有活出他的价值，那不只是他自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好，我们在国外帮助一个家庭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爸爸酗酒，然后他们本来就很贫困，他酗酒，所以他孩子没有钱可以去受教育，没有钱去上学，所以我们的同工就跟那个爸爸坐下来，然后算给他看，你每个月喝酒用掉这么多钱，导致你的小孩没有办法去上学，激发他爸爸的爱，所以他爸爸就戒酒。一个影响力越大的人，如果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就会影响越多的人，没有办法去活出上帝所赋予一个人的价值。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价值自己掉下来？有没有可能你什么事都没做，但是就是遇到了不好的事？有没有？会，对不对？好，譬如说天灾嘛。好，譬如说气候变迁，你知道每年气候变迁死的人数比战争的人数还要多，比战争死的人数还要多。好，他可能遇到天灾，他可能遇到地震，好，他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好，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价值。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在影响一个人能不能活出他生命的价值，影响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能不能活出上帝所赋予他那个与生俱来的那个应该要有的丰盛的生命。好，给大家看一个影片。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叫做艾德纳，他从南苏丹一路走到乌干达。帮我开一下声音。然后我们的同工在访问他。I will never understand your English. I'm sorry. I remember we have gone to school.
And then the soldiers just begin to shoot the bullets. I have seen the people kill the people, even shoot with a gun. They got throw the people in river. So many things that I have seen in this war of South Sudan. I ran from school up to home. Where's our father and where's our mother? And then I began to cry. I began to follow the people after Uganda. In that time, we have seen 4 days without food. I want to die in that time. Here in camp, there is no one that can build for us a house. We are the one building for ourselves a house. It's very difficult. The people all like this, they have mother, they have father, but for us, we not have father and mother. Yes. I want to educate. I want to become a pilot. I want to build our home nice. And sometimes I dream about seeing mommy and daddy again.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哈？有时候看完这影片，我会疑问上帝的形象在哪里？好，其实在，我们会对于人很失望。好，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有一天去上学，我们很难想象哈，他有一天去上学，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父母。从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父母。好，我以前没那么有感觉，自从我有2个女儿之后，我看这个影片，每次看我都快哭出来。好，因为有一种共感，就是你如果想象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去上学，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再见面。好，我们就会很想知道上帝的形象在哪里，上帝创造人的形象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人会做出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失望？我们会对人失望，你有没有对自己失望过？有，我们也会对自己失望。我们会很后悔，我怎么会这样？而且有时候，让我们失望的人，常常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上帝的形象到底在哪里？以弗所书这样说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的经文说到，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但是除了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好，我们这个世界受到很多人的罪的影响，导致我们在一个上帝看不见上帝形象的那个情况当中。但是在那个处境当中，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要拯救我们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来不只是你觉得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什么？我们常听到的是耶稣基督来带来永生，对不对？好，带来永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永生就永远不死，对不对？这个恩典从你死后才开始启动，有没有？然后就进入一个永远都不死。好，可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哈，这是中文看起来是好像就是背老奶奶过马路这种行善，好，但是在原来的意思是类似 be good。好，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好的样式，这个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要去活出那一个丰盛的生命，要去活出那个上帝原本创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心意。我们的整个生命、整个生活都应该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所以永生是什么？我不喜欢讲永远的生命，因为永远的生命感觉是在讲时间，就是你不死叫做永远的生命。我喜欢讲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只是时间，它还有质量。我们生命的质量应该要被提升。这是耶稣基督来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期盼，就是人来到教会之后，他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面前，他的生命能够经历一个改变，他过去所后悔的那些事情，因为在上帝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能够被更新。在1950年的时候，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2次世界大战有一个美籍的宣教师叫做 Bob Pierce， 他那时候在很多的国家宣教。有一天，他就在一个国家里面遇到一个孤儿，看到一个孩子因为战争的关系，他就失去他的家庭，他流离失所。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孩子交给当地的另外一个宣教士，因为那一个宣教士有在那一个地方收养一些孩子，收养一些没有家庭的孩子，所以他就把他交给他们。然后呢，他就为他们募款，然后把这些款项交给他，让他能够来照顾、养育这些孩子长大。他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因为他在很多的国家看见这些心碎的事情，他认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些孩子因为这些战争的关系，因为这很多的关系，他没有机会活出生命的价值，这不是他们的错，这也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个艾德纳所遭遇的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就做了这样子的祷告。不久之后，他就创办了世界展望会。好，所以他是我们的创办人。所以他是在宣教当中，他看见人的需要，他看见那个人被创造的时候，他应该要能够活出他生命的价值，即使他在一个没有这种条件的环境里面，他都应该有这个权利。刚刚我们看那个艾德纳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些人会流泪，会很难过，会为着这种事情心碎。可是其实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的不是他很可怜。其实我要大家看的是什么？你在看那影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梦想是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飞行员，对不对？他的梦想是，他有一天能够盖一间很大的房子，有一天他能够再见到他的爸爸妈妈。上帝的形象在哪里？我们在服侍全世界这些最脆弱的地方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不论这些孩子的处境有多困难，不论他遇到多大的挑战，孩子的心里都有梦想，而且他们的梦想常常比我们的还要美。我们服侍一个家庭，然后那个家庭，他们有一对姐妹，好，然后因为家里生计很困难，所以姐姐要在家里，她不能去上学，她要在家里帮忙缝鞋子，然后拿去卖。然后我们就问她说：“那你有没有梦想？”她说：“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的妹妹能够上学。”好，她没有为她自己的梦想，她的梦想是有一天她的妹妹能够上学。好，你看到的这一封信，它是一个祷告信，它是一个肯雅13岁的孩子写的。肯雅他自己过得很辛苦，但是他在祷告信里面先为什么祷告？为乌俄战争的那些人祷告，为那些孩子祷告。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的梦想都比我们还要美。我以前梦想是赚大钱。好，我们的梦想常常是希望我们自己过得更好，但是他们的梦想常常是为别人来想。我们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在最脆弱的环境当中，看见上帝的形象仍然在他们的身上。
上帝的形象仍然在这些孩子，在这些最辛苦的人身上。如果你在那个计划区里面看见那个孩子，你会尊敬他，因为你看见他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还是每天背着他的书包，乖乖认真的去上学，他还是很认真过他的生活。他走6小时才能够取一壶水回来，他还是每天去取水。他走6小时取到的水，不是干净的水，是在泥沙里面的水，是在泥沙里面动物经过会喝的那种水。然后他取一壶水，他走6小时，他只能取一壶水，然后在路上打翻重来。好，然后在路上他可能会受到攻击，有野生动物，有危险，他走过的路可能会掉进某个坑。但是他们每天认真的过生活。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展望会的信念。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拥有丰盛的生命，那应该是上帝创造他们的心意，他们应该有这个机会，能够过这个生活。那我们就会问：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我们在做这种，我们说善事，或者说我们在想这种资助孩子，我们常常想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想的是给他钱，给他吃的东西，让他生活能够过下去，让他能够活下去。好，这个叫饥饿30，因为饥饿30在做的是紧急救援。好，紧急救援在顾的就是基本生存呐，就是这些人他已经没东西吃了，所以你要赶快送食物给他。这些人没地方住了，他当场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有时效性，你要快速的去做这些事情。好，所以如果有风灾、有地震发生，我们就要立刻赶到现场，这个叫紧急救援。你们比较熟的饥饿30就是在做这方面的紧急救援。但是展望会另外一个最主轴的事工在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要想的不是只有帮他度过眼前的难关。你要度到什么时候？你今天给他吃，明天你又要给他吃，这个月给他吃，你下个月又要给他吃，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话说：你给他鱼吃，不如教他钓鱼，是吗？但是你如果实际做这种事工，你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做很多的服事，很多的社区，它的问题不是资源缺乏，资源永远都找得到，资源永远都募集得到。它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缺乏，它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质缺乏，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价值缺乏。什么叫做价值缺乏？就是一个孩子他没有营养的东西吃是一回事，他的爸妈不知道该给他营养的东西吃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孩子他没有资源是一回事，他拿到了资源不知道怎么用在自己的身上是另外一回事。他连他能够钓鱼他都不相信，因为他长期在那一个破碎的环境里面，在那个贫穷的环境里面，他不了解他有资源可以运用，他不知道该怎么改善他的环境，那是价值缺乏。所以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问的是丰盛的生命，它就不是基本生存，它应该要是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能够永远延续下去，它才叫做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对应的叫做儿童福祉，就是说一个孩子他要有丰盛的生命，他需要有这些条件，他需要有营养，他要有健康的身体，他有上帝的形象没有错，但是他要有营养跟健康。他要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他需要有被关怀、被保护，然后他能积极参与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能力。他需要获得教育，他的潜能才有可能发挥。他需要经历上帝跟人的爱，他的人格才能够完全。这4个指标只是最上面的指标，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指标。譬如说教育，它指的不是你上到大学毕业，它指的是你的生活教育，它指的是你有能力跟人发展人际关系，它指的是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做出基本正确的判断，你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要做到，我们要做到这些事情，就会发现重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刚我讲那个去取水的孩子，那你要怎么改变他？因为他一天至少要花6小时去取一壶水，他的生命没有任何希望可言。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建供水系统。他本来要走6小时，现在他走26秒，他就可以取到一壶水。他的生命就开始会有盼望。我们要开始做一些课程，让这些家长能够学习，他们知道怎么样教育孩子，他们知道什么样子的观念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不可以让他们吃，什么东西让他们吃，什么东西是垃圾食物，没有营养价值。好，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够让一个社区能够发展起来。而且这个社区的人，他要被教育到他能够自立，他能够自己站起来，他能够有一天展望会总是要离开的，他不会永远依靠展望会，他不会永远依靠社福机构，所以有一天这个机构离开这里，他们必须要能够自己站起来面对他们的困境，这叫永续。好，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让孩子能够有丰盛的生命。上帝的形象在哪里？我们常常在那个很美的诗歌、很华丽的教堂，我们常常在那个很大的聚会，这个几百几千人一起唱诗歌的地方，寻找上帝的形象，那个荣美的上帝的形象。但是上帝的形象不只是这个样式的。在圣经里面，上帝的形象最终显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生命当中呈现那个最残破的那一刻，他说成了，他的工作完成。在那一刻他作王，在那一刻上帝的形象显现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显现在那里，因为他为着我们死，因为他愿意生活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不是只坐在宝座上指导我们该做什么。这是我们从圣经的学习，当我们帮助这些，当我们深入这些社区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该讲帮助，我们不是他的救主，我们不是在帮助他们，我们是跟他们同行。我们跟他们一起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困境。上帝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他们当中，但是我们要跟他们同行，我们要跟他们一起面对这个困境。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自己活出那个生命的价值。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楼下做的活动。你来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我们楼下有一些同工，然后摆了一个摊子，然后有一个背景在拍照，对不对？好，这个这是我们新的一个方案，叫做秋审。好，2019年已经不能算新了，对不起，过5年了。好，秋审的一个从2019开始的一个方案，它的意思是说，以往我们在资助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孩子。好，我想要资助这个我想要资助他，我想要资助男的，我想要资助女的，我想要资助他。好，我们看着照片，但是 chosen 它是拣选的意思，被选择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倒过来，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来选择他的资助人。好，那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资助孩子，我们就为你拍照；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想要一起资助一个孩子，我们就为你们拍照。如果你想跟你的家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我们就为你的家庭拍照。好，如果团契要一起，或者是你跟你的宠物要一起资助一个，我们就为你们拍照。然后这些照片我们收集完之后，就会送到那一个在做秋审的地方，然后当地就会举办一个孩子的秋审聚会。好，这些小孩就会按照这些照片来选他要被谁资助，然后他会把他的理由讲出来。好，所以有些孩子会说，因为你的笑容很漂亮，我很喜欢，我想要被你资助。有些人会说，我很喜欢你的女儿，我想跟她当朋友。好，有些人会说，你长得很像我妈妈，但是她是个黑人。OK， 好，你长得很像我妈妈，好，也许是气质。好，所以他会是这样子的方式。那这个
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改变这个资助的方式，让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对当地带来很大的改变。这是在乌干达我们办秋审的时候，那边的事工处，我们展望会事工处的处长说的哈，因为他说秋审计划让人们聚在一起，孩子在当中学习生活，父母也在其中一起学习，这是社区转型的最佳机会。你知道以往我们在资助孩子的时候哈，我们选择孩子，当我们告诉那些父母说你的孩子要被资助的时候，他是怀疑的，他会担心他们的安全，所以他不敢交出他们的资料。好，但是今天是反过来，让他们选择，好，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过来。然后呢，在这个聚集当中哈，因为孩子来聚集，所以家长也会来聚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社区的大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就让这些家长能够在一间教室里面，好，在一些教室里面，然后我们就顺便做一些教育。我们就顺便培养他们一些观念，然后小孩也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做一些学习。透过这样子一个选择资助人的聚会，好，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当中同时做社区转型的工作，教育他们在水资源、在生计、在儿童保护上面的一些观念。那当地的教会也在当中参与。好，他这个是当地的牧师哈，他说求神让我有机会向父母和孩子讲道，看见更多的父母带他们的孩子来聚会。然后这是一个被资助的孩子的父亲，好，他说看着我的孩子选择他的资助人，那一刻我相信我的国家可以改变，因为他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事情，他没有想到他的孩子是能够有机会去选择资助人。他在乌干达，他过去没有看见希望，但在这聚会里面，他看见，他相信他的国家是有可能改变的。好，所以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好，这个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改变这些孩子的生命，有机会来改变这些家庭和这些社区，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没有机会选择他们的人生，没有机会选择他们的道路，没有机会选择他们的环境。但是改变从一个选择开始，啊，让这个社区能够看见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重建生命的这个行动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因为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重视，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中都是无价之宝。主，因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你愿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来挽回我们生命的价值，来挽回我们所犯的过错，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再一次能够活出你所赋予我们那一个丰盛。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世界上需要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孩子，他们也是在你眼中也是那个无价之宝。主，感谢你，恳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不断的给，因为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旨意，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样式。主啊，恳求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感谢你，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
着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守在来唱一次。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守在心里面，我心里深深知道，你上身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和的良善和美好，配的一切总在夸耀。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的，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坚定不移。你不但创造我们，而且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会犯错。你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仍然爱我们。你在知道我们要犯错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你完全接纳我们，而且愿意牺牲来拯救我们。你愿意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主，你接纳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为着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为着让我们能够实现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心意。主啊，愿你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见你在许多的人的身上有这样子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分享你的爱，让很多在最脆弱的地方，也许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曾经历到爱，也许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总是在饥饿的状态，他总是在困乏的状态，他总是在贫穷的状态。主，恳求你透过我们的行动，透过我们的回应来显明你的爱。恳求你透过我们所做的，向他们来显明你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愿你将一切的祝福赏赐在我们的中间，愿你将一切我们的需要都能够补足。即使我们不是世界所认定的那一个非常富有、拥有非常多，
主啊，可是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丰盛，是我们能够不断祝福别人。我们所领受的丰盛，是我们能够不断让别人的生命能够完全，我们能够成全别人，我们能够使最脆弱的人，他们也有活出丰盛的生命的机会。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愿意成为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依然站着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我们一起嘿出来。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请安。